继续来看这件，徛台北信义区食甲饱的自助餐厅祥祥，最近真出名，讲爆发着疑似食物中毒的事件。到中昼为止，台北市卫生局已经接到19个人通报，讲用餐了后吐骨流。卫生局进前就命令餐厅昨下晡就要来停业，但是昨暝餐厅也是开门做生意。餐厅是回回讲，因为昨下晡到尾暗仔拢有自主查核清消，配合着调查。这个过程当中有资讯甲时间的落差。昨暝8点就已经通知所有的顾客注文取消，餐厅今仔日停业1天。位于台北市信义区的百货中，知名的 buffet 餐厅祥祥爆出了疑似食物中毒的案件，7号下午被北市卫生局勒令即刻停业。餐厅内底冰箱的食材无堪，表面无合格等等的欠点，业者就要改善，才会当申请复业。不过昨暗时传出餐厅照常做生意，卫生局就讲动罚上悬会当到300万。业者回应，当日下晡到暗时拢伫咧自主查核清消，过程中有资讯甲时间的差别，会继续配合定时。嘛强调无讲无取消定位。那用餐的顾客控诉这几天真正无好过。半夜大概2点到3点左右吧，开始疯狂吐，然后就去就是开尿水马桶，我感觉过以为是一样，这是第一次发生。初五一群人超过10个到祥祥美丰信义店食饭，结果过顿工半暝开始吐甲流。伫咧群组问才知影做伙去的人拢有镜头，虽然已经紧急就医，不过过顿工的上班日，敢若会当请假伫厝休困，无通做事。看餐厅的Google评论，讲一讲讲一间店，有愈来愈多消费者反映类似的情形。就看了或者是吃到饱，其实大家都吃一个东西，也不会知道是什么东西出了问题，所以。说去看确实我出事，我觉得可能就喷这个好了。到昨暗时，北市卫生局已经接到9个人通报，检验环境的结果上紧1-2礼拜就会出来。要查清楚是倒一个所在出差错，以免食安的疑虑搁继续发生。你好，我是宋彦明，想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紧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